欢迎到进来新闻现场。南投信义乡嘅凤休村露台陈幽兰海神，去年拜拜太岁嘅时节，唔单止轨道乡亲天丘路本太岁大海，对面嘅山壁也变黑鬼多哦，一到沙沙嘅都见寒顿那太岁路风。虽然河川丘鬼出间呢太疏通嘅，唔过轨道乡亲还係感覺鬼慢哦。同時能看到嘅變黑嘅山壁風有碰嘅嘢，同時大家都講講係寒落太熱。 會造成韓國大嘅傷害。雖然落雨，不過蘇軍工廠還係冇停過，沙下車來來去去，怪獸未見畫。但是鳳丘村嘅居民還係無法度安心，時常騎車沒有來關心工廠進度，因為最近幾年來嘅大雨同居民疑似生發嘅天丘做下搭配咧。看到雨季越來，河壩度嘅泥石還係盲清撇，大家都真少。 而家數都算得真少，一個車廠見你鋪起來嘅，哦，鋪清過起來，入去帶到啲人，有啲一樣成翻嗬，咁樣政府多其實你想法，聽到要把佢較好嘅方法來疏浚啊呢，冇啊呢，有疏浚啊冇疏浚咁樣啊，你看唔入，你老百姓看唔實。除了天流失撇，居民更加少嘅係對面嘅山牌，因為去年拜拜水災嘅時節，太陽勁大，山牌規個變落來。 山頂上還是看到見到被劈嘅蔬菜，隨時可能發生意外。有座山吼，清高，啊只清大，啊只順江坡吼，一起山啊變下來吼，要上個堰塞湖、鳳丘、下游，所有嘅總條吼，哦，個傷害是非常嘅大。如果嗱造成也看來傷害吼，哦，但先得人講。 因為呢條前遊覽街經過信義、樹立到濕濕嘅比條，關係到佔到百姓嘅生命財產安全。不過呢下山壁都冇任何相關單位來做處理，居民未見呼籲工廠單位聽出來先做防範，無落太熱嘅時節，聽出會真得人驚。香港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